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這一期啊，咱們繼續聊一聊紅綠市場。今天啊，全球紅綠市場啊，可以說是黑色星期二。現在黑色星期幾無所謂了啊，反正指不定什麼時候冒出來一下。全球啊，資本市場，呈現一副崩盤走勢啊。當然了，這裡面走的最這個吸引眼球的、吸睛的啊，走的最妖嬈的。那就是韓國股市啊，与之相對應的啊，一比，对吧？才知道啊，咱們的資本市場是多麼的穩定，真正的啊壓舱石，指路明燈吶。我呀，細細的給大家分析啊，為什麼咱們是壓艙石？首先啊，昨天啊，紅綠市場節目停了一期，因為昨天有事兒，還比較緊急，所以停了。所以錯過了啊長鑫科技的上市。那麼長鑫科技上市啊，那是咱們資本市场一件重大的事情，非常重要。你看昨天就圓滿完成任務，非常的漂亮。昨天所有的指數好像都是涨的吧？長鑫科技啊一举拿下中国啊市值最高的科技企業，为中国人啊，为咱们乃至東亞，當然了，安徽合肥這些地方都是爭了光，市值一舉超過宇宙航、工行啊，超過這些老登股。這個合肥市，10年磨一劍，差不多這意思，10年磨一劍呢，是當今中國啊資本市場最重要的一件盛事，完成了這個任務，對吧？讓我們啊在人工智能、算力、存儲這一方面啊，美國一較高下，立下汗馬功勞啊，奠定了基礎啊。所以長鑫科技的上市那是非常一個標杆性的事件。正因為昨天啊上市非常成功，說有人中1000啊就能賺多少錢呢？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也沒買過，不太清楚。我看網上說有人中1000就能賺1萬還是多少？1000啊，你就中一手嘛，中了1000就1萬還是2萬，不太清楚。但是啊，我也得把這個隱憂啊也要跟大家說一下。剛才說的是長鑫科技，那簡直是，對吧？閃耀登場，資本市場這個寵兒。但是啊，一個資本市場的寵兒，卻上市的時候啊，遭到了某些人的詛咒。這個詛咒打個引號啊，但是打不打引號都是一個意思啊，就是詛咒。我們後面再說。昨天啊，那是資本市場非常漂亮的一仗，就是圓滿的完成了任務。那今天呢？那今天我們自然是要，對吧？回調一下，主動，對吧？回撤一下。不能太鋒芒畢露啊！作為資本市場，咱們要行穩致遠，要為全世界啊資本市場指明方向，告訴他們，資本市場應該是這麼玩的，不是你們那兒，對吧？一天到晚的就是漲停，完了之後熔斷漲停，瘋漲是吧？一年漲個好幾倍，就指數啊，一年漲2倍、3倍，那太不負責任了啊！我們的資本市場不能那麼玩，所以今天主動回撤啊，那顯然都是一切都盡在掌握啊。盡在拿捏啊！那麼今天收盤，上證指數啊，對吧？主動回撤1.18%，到了3800點。哎，你看3800點，它就是不跌破，對吧？就是要穩住在這兒。所以今天所有的科技股、存儲、人工智能都在主動回撤，老登股啊，什麼銀行股、白酒，對吧？這個時候挺身而出，護盤。這個老登老矣啊，尚能放否？這老登老矣尚能護盤，銀行和這個白酒，人家把盤就護住了。所以你看，今天我們就是主動回撤啊，1點幾個點，上證指數啊，那深圳成指呢，主動回撤啊，4.5%，那這個也屬於微調啊，也屬於微調，對吧？什麼叫微調啊？你待會跟韓國股市一比，你就知道咱這叫微調啊，主動回撤。深圳成指微跌639點，那北證指數呢？那相當於沒有動啊，走的是一條直線，只跌了0.06%，就沒有動嘛，說明這個啊一切盡在掌握。雙創指數呢，科創板啊是主動回撤5.93%，科創50呢主動回撤6.33%，創業板指數呢這個不能不說了。創業板指數呢才叫什麼叫驚為天人，今天主動回撤7.39%啊，這個
看上去好像挺多，實際上這個奧妙之處啊就在創業板啊，顯得一切盡在掌握，對吧？多撤一點那就多了，少撤一點也達不到效果。所以說多一分則多，对吧？少一分則少。現在這個7.35%是恰恰好，哎，落在了它該落的位置上，不影響明天二次起飛啊。現在蹬下來就是為了明天跳得更高。那麼對於金融消費者來說，那簡直今天啊，今天雖然看我們主動回撤，但是對金融消費者可以說啊，是喜遠遠大於憂。為什麼呢？因為今天2600家上漲，就是一半的股票是在漲的。你不要看指數回撤啊，指數回撤那是为了麻痹啊美西方資本市場，對吧？讓他們摸不清頭腦，讓他們學都學不會，讓他們抄都抄不明白。指數我們主動回撤，但是一半的股票在漲，2603家為我們的這個廣大的金融消費者，對吧？度過一個美好的夏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769家倒車接人，你看，就這種情況下，還有2769家是接人的。那這2769家，那也是為咱們廣大的金融消費者，也是創造了一個美好的夏天呢。对吧？一個涼爽的啊，叫透心涼，這一下多涼快，是吧？那躁動的心就沒了。這個夏天顯得格外的涼爽，哎，就像冬天一樣，多刺激啊！是不是？那電費都省了不少，沒有必要開空調嗎？這麼冷你還開空調，那你不是感冒嗎？所以這個2769家啊，也給廣大的金融消費者送來了一個涼爽的夏天。知了都不叫了啊！你把知了抓一堆擱這兒。擱咱們紅綠市場，這知了它都不叫了，不熱啊，那更能體現出咱們資本市場穩定的就是成交量了。成交額今天啊，一共是2萬億出頭，剛到2萬，你看這個控制多好，多一點都不多，少一點不少，就卡在2萬億上。你看你們怎麼分析，對吧？這個就體現出這種啊游刃有餘啊，拿捏有度啊，就是2萬億啊，比昨天少了500億。2萬億什麼意思啊？那說明籌碼鎖定度非常良好啊，就是大家都不願意拋出，都知道我們這是對吧？是有控制的這種回撤，是為了慢牛，是為了打得更好，這未來肯定是可期的，所以大家不願意賣，对吧？主動回撤又不願意賣，那別人就買不到，成交量就低，所以你看沒有成交啊，只有2萬億，縮量回調，就這麼個趨勢。可以說啊，這個總的一看啊。盡顯掌握，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一切都是剛剛好，就是那麼美好，對吧？感謝感恩感激。你再回頭看一看那個亞太股市美股，那才叫透心涼，那才叫哇涼的。先說美股吧，昨天晚上美股啊，我一看就完了，歇菜了，崩盤走勢啊。美東時間7月27日，道指還漲了，你看看這個，你說這種情況下你還漲？那不是硬弩嗎？對吧？強撐叫強歡什麼笑顏是吧？該回撤就應該回撤，對吧？你該撤的時候你還漲，這說明這個啊已經很危險。漲幅是0.51%，納指收跌43點，跌幅為0.18%。你看跌的不多啊，實際上它是納指，它也是內傷啊，主要是內傷。為什麼內傷呢？大型科技股，英偉達跌了5%，特斯拉跌1%。亞馬遜暴跌0.3%啊 ，Meta 暴跌啊，臉書啊暴跌0.22%，谷歌、蘋果這些居然還很反常，漲了，這些非常反常。這個反常必有妖嘛，對吧？皮褲掏棉褲必有緣故。最主要是芯片股啊，那就完全是崩了啊，芯片股就全崩。費城半導體指數暴跌2.23%，SK 海力士暴跌7.5%，阿斯麥暴跌5%。超微半導體暴跌5%，美光啊好像也是暴跌5%。SK 海力士12個交易日，它不在美股發那個承托憑證嘛？12個交易日跌破美股 IPO 發行價。SK 海力士啊，這個存儲裡面的龍頭是吧？老大可以這麼說嗎？當然了，他是偽老大啊，偽老大是暫時的老大，但那暫時的那也是目前也是老大。那居然跌破發行價，什麼意思啊？發行那天價格就是最高價。那你想模仿中石油走勢是嗎？你有那個資格嗎？對吧？你有那個體質嗎？你以為中石油那走勢誰都能模仿嗎？
所以说这个 SK 海力士啊，这个叫不自量力啊，妄图抄袭中国石油的走勢。那半導體為什麼跌呢？咱們一會兒再說啊。你看看韓國股市，那簡直了，叫人比人氣死人吶，貨比貨得扔吶。那韓國股市要跟咱們一比，那韓國股市完全可以關門啊，馬上就關，1分鐘都不要耽誤。韓國股市啊，就是 KOSPI 啊，韓國綜合股價指數單日跌幅10%，它最多是跌了11%還是12%啊？盤中啊，指數跌了12%，3次觸發熔斷，而且是2大股指啊，在盤中3次觸發熔斷。KOSPI 指數啊跌至6000點附近，而韓國創業板指數同步走低啊，就是2大股指盤中跌幅均超過8%，雙觸發熔斷機制，最多的時候是跌了12%啊，收盤跌10%。這個韓國的 KOSPI 指數啊，從最高9300點，現在跌到6000點，6000點馬上守不住啊。你說這叫什麼個走勢？這短短的7月份啊，這7月份還沒過完呢。雖然啊，韓國指數從最低點在2024年吧，25年，它是最低點是2000多點啊，2100點漲起，漲到了9300點，漲了將近5倍是吧？4倍多。但是啊，你想一想啊，它從9300點下來，現在6000點，買了多少人呢？而且這6000點很顯然啊，這不是它的底。你這種跌法，這下面還有，你還能見到5000點。也就是你看啊，從2100點到9000點賺錢的人不多，因為你很難拿得住。天天這麼漲，你對吧？拿20%、30%就跑了，有人漲了1倍跑了，跑了之後後面追進去又跑了，對吧？你如果從2100一直吃到9300，那這個人大概是在監獄裡面啊，要麼是什麼變成植物人醒不過來，否則這中間跑好幾次啊，又回來了。膽兒大的又回來，穩妥的啊，每次賺個10%就跑了，或者20%就跑了，他到了他止盈線呢，跑了之後看了半個月，這股價又翻倍了，翻倍這不行啊，還得進去，哎，進去一漲20%又跑了，股價從10塊啊漲到100，但是他並沒有把這90都吃到，他頂多吃到了40塊錢，這就是很多這個金融消費者他的毛病。如果把從10塊一直吃到90塊的，哎，吃到100的。把這10塊、90塊全吃到的這種人，就是不是植物人，就是在監獄裡面。而且到了100啊，你還得在平台震盪，你不能到了100就下來，到了100下來，那沒有人會減倉，不知道對吧？那得把90的吃完的人，他不減倉都不知道啊。所以你在100還不停的震盪，然後告訴大家該下車了啊，趕緊下車，到站了。這時候人家才賣，這時候才踏踏實實把90掙到手啊。如果你到100，咣當4天就下來了，又下到50，你看看你50跑，你又只掙了40塊錢。所以說啊，不要看牛市漲了多少倍，但給你散戶落實到你那個賬戶上面，對吧？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這就是散戶為什麼很難的原因。那麼韓國股市啊，雖然從2100漲到9000點，然後咣當現在到6000點，死的人啊，發財的人不多，但死的人是越來越多。那日本股市也差不多啊，日本股市好像從2萬多點、3萬點吧起飛，漲到6萬多點、7萬點、7萬多點，最高我看啊，現在回到6萬多點，應該是回撤也20%了啊。也就是說，從這個技術上看，日韓股市啊都已經進入技術性的熊市，後面怎麼走，只能說看天吧，看命運。為什麼呢？韓國綜合指數它主要受 SK 海力士還有三星集團受他們影響啊，而 SK 海力士現在的市盈率是多少啊？是5倍。那你說後面它是跌還是漲呢？都有可能。5倍市盈率啊，它現在還在跌啊。所以我有的時候在想啊，你說咱們有關部門前一陣子是吧，7個部門聯合發文要求這個大家啊撤出美國，撤出亞太，對吧？撤出這個市場，而且把這個有2個對吧中介是吧，掮客，就是騙大家出外村人去玩的這個中介是吧？什麼老虎啊，還有給罰了。所以你今天再回頭看看，你就知道這叫良苦用心啊，對吧？說了外國市場不好玩，風險大，
你非要去，对吧？也国家都没办法，对吧？必須下这個強制命令，只准賣出，不准買入，是這樣的吧？你看那從那以後是不是一路下行？這個怎麼說呢？也體現出有關部門這個良苦用心啊，就生怕大家在外面吃虧呀，對吧？不准買進，只准賣出，趕緊撤。媽媽喊你回家吃飯，對吧？媽媽喊你回家玩，家裡這個也好玩，你非要玩外面的。這孩子就這樣啊，總是自己家的玩具沒別人家的好，所以總想玩別人家的玩具。你看看，是吧？你看政府多體貼啊！你2倍做多海力士的啊，3倍做多的，5倍做多的，現在褲衩子都賠飛了，應該是啊。財聯社報道啊，說超120萬個韓國散戶賬戶觸及保證金追繳線，韓國考慮借錢炒股封頂20%。我一直說的吧，我們這個節目天天絮叨念叨，對吧？說熊市死不了人，对吧？熊市反正你也會賠，但是那個賠吧，反正就是不漲唄，天天陰跌，你也不知道底在哪兒，套得死死的。但是啊，熊市跳樓的人還真少，熊市要賠好像也就賠那麼多啊，你本金反正慢慢掉唄。但是你看這個牛市啊，死人都在牛市，巨虧也在牛市，這韓國就是典型的啊。據韓國中央日報中文網28日報道，韓國金融監管當局決定，若單一股票槓桿產品投資過熱未能平息，將引入個人投資者上限等追加監管措施。目前正在重點研究將個股槓桿投資額限制在全部金融投資產品投資額20%以內的方案。實際上這個方案啊，初衷肯定是為了拯救這個韓國這些賭徒啊，對吧？不要把全部身家壓在一只股票上面，不要借錢炒。但是恰恰啊，你的初衷是好的，你這個政策只要一出，那股價反而要下跌，對吧？造成的效果就是踩踏，因為這些賭徒他融不來錢了，他借不來錢了，他只能本來他能借100萬，現在只能借20萬，那你說這個市場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啊？肯定是壞消息，對不對？這個消息一出，那就更得踩踏，因為賭徒借不來籌碼了，借不來錢，那其他人還怎麼割啊？所以他本來是好事啊，本來想的是，哎，你不要造成這個韓國很多人破產，不讓你賭，對吧？所以说，你看這個時候出這個政策。記者注意到，韓國官方此前披露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7月13日，7月累計強制平倉規模達到3442億韓元。超120萬個槓桿散戶賬戶觸及保證金追繳線，其中約32萬個至36萬個賬戶已被券商全額強制平倉，部分賬戶事件出現倒欠券商資金的情況。根據韓國中央日報中文網報道，28日，韓國金融委員會委員長李義遠在一場座談會上表示，將優先密切關注7月31日起實施的強化基本預託金等補充方案的政策效果。李議員同時表示若需求未能充分平息，也將提前研究和準備追加措施。據悉，目前正在研究的方案是設定總量管理規則，將個人金融投資品總投資額個股槓桿比重限制在20%以內。總之你這就是限制往裡面加水，那對市場來說，這就是清空一個霹靂啊。所以今天你看暴跌10%、11%，就形成踩踏，大家跑吧，沒錢了，傻子不多了，對吧？本來是準備割進來的傻子的，先進來的傻子要割馬上進來的傻子的，等着在那忽悠，趕緊進來吧，趕緊進來，好着呢。結果突然政府通知後面沒傻子了，那你說怎麼辦？大家本來是割後面傻子，這後面沒傻子自己被割了，对不对？趕緊跑吧，就這麼個事啊。那一跑那就踩踏唄。一踩踏呢，就是股災唄，3次熔斷往下跌10%。所以說對散戶來說不管你是2100點進去的，最低點進去的，你現在賺錢的人都已經不多了破產的倒挺多。雖然他現在給最低點還漲了2倍是吧？1倍多2倍，有什麼用呢？所以我這回頭一看，那還是咱們紅綠市場好對吧？早就算到了，对不对？大家記住了那個韓國它綜合股價指數跌10%幾，那肯定是融資盤爆倉導致的。指數跌5%以上你都不用想，一定是融資盤爆倉。所以你自己對照着看。
強制平倉，一強制平倉他就賣出，一賣出股價更跌，更跌呢，其他的人也得强制平倉，因為他那個資產也在縮水啊，他也得往出賣，往出賣的沒人接，那價格還得跌，對吧？還得跌，所以這個導致踩踏，導致什麼？導致指數暴跌5%以上。我剛才說啊，這個長興科技本來是件好事，上市，對吧？為我們啊跟美國在這個人工智能一較上一較高低，結果啊他遭到了詛咒。詛咒他人誰呢？就是任澤平老師，大家都知道吧？任澤平老師是著名的反指，对不對？沒毛病吧？他反指從來沒錯過啊。結果任澤平老師現在把矛頭對準了長興科技。任澤平老師昨天啊，在長興科技上市的時候，他發了一個微博，說長興科技 AI 中國力量，長興存儲是國內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 IDM 模式的 DRAM 企業，位列全球第4大 DRAM 廠商。長興科技代表存儲中國力量，本次上市募集579億，用來未來存儲晶圓產線升級。第一個啊，長興存儲打破海外壟斷，正在追平海外先進水平。第二個 ，AI 超級周期，國產存儲業績爆發。第三個，進軍全球前3，帶動國產半導體產業鏈升級。然後他下面說啊，他說啊，2024年9月在市場最早預測信心牛、科技牛，今年1月從硅谷考察回來提醒 AI 不是風口，是海嘯。遠超30年前 IT 互聯網革命 ，AI 的背後是算力，均是長期判斷。風物長宜放眼量，這次波動再次考驗 AI 信仰。這是第4次科技革命，康波周期量級不是短期判斷，是長期趨勢。在長期看空 AI 康波周期，坐井觀天，毫無勝算。風口上的雄鷹將越飛越高，吹盡黃沙始見金。你看，就昨天啊，昨天。咱們主動出擊是吧？為了營造一個良好的迎接長興科技上市，對吧？這麼一個良好氣氛，著名的反指任澤平老師跑出來，結果今天大家看到了吧？逼的啊，咱們紅綠市場被迫，對吧？主動回撤，這就是任澤平老師啊。任澤平老師昨天還說了，對吧？科技牛啊，這個叫什麼 AI 信仰，昨天還在喊，今天就喊救市。你說任澤平老師，你到底是在幹啥呀？你在玩什麼呢？任澤平老師，醒醒吧，是吧？他今天啊，昨天還在喊啊，這個 AI 信仰，第4次科技革命，康波周期，是吧？長期趨勢，看空的人是叫坐井觀天，毫無勝算。結果今天就喊啊救市，今天說什麼？發的微博說叫歷次救市原因、效果和展望。你看，就是開始要救市了啊。說每逢大事有靜氣，切忌以情緒替代思考，以短期波動替代長期趨勢。然後他就把全球啊这個資本市場的這個股災啊都列了一遍，列完之後後面來一個啊，說相信 AI 科技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是堅定不移的，對未來充滿信心。國家隊出手，政策底出現，監管釋放維穩信號，國家隊大規模增持公募保險加倉啊，不要放槓桿，堅持長期主義。就是什麼意思啊？我就是你們不要放槓桿，知道吧？你要學這個上海建工爺書啊，就堅持長期主義，就吹盡黃沙始見金啊。等把上面的沙子吹完了，你就露出來了。問題人家說這沙子太多，对吧？什麼時候才把我露出來呢？別着急啊，這個慢慢吹。擁抱真正有核心技術、遠大前景的公司，收穫時間的複利。任澤平老師就在1個月前啊發的微博。1個月前他怎麼說的？看懂 AI 終局，一生一次的財富機會。你說這話，那不感覺有點像廣告呢，對不對？一顆很久遠是吧？大多數人至今看不懂 AI 科技牛行情，總覺得科技股估值虛高，全是炒作。本質原因只有一個：普通人看不懂產業終局，更看不懂大國博弈下的主權 AI 大邏輯。一生一次的財富機會。當前討論泡沫見頂或風格切換，純屬短視，坐井觀天。這樣的認知對得起貧窮，真正應該擔心錯失偉大時代的機遇。硅谷遊學歸來，我用大白話講透核心邏輯啊，一個是科技革命，第二個想明白 AI 主權不存在全球統一體系。任澤平老師6月29號發的這個看懂 AI 終局
一生一次的財富機會。如果誰這個時候上車了啊，現在應該是腰斬了，應該是腰斬，褲衩子都賠飛了，一生一次的，對吧？脫褲衩子的機會，恭喜你，被你趕上了。这是任正非老師是著名的房子啊。6月29號他發的微博，那這一個月科技股是什麼個走勢啊？韓國多少人爆倉啊？你看看紅綠市場，咱們的啊，那些很多人，很多這個大 V 是吧？一個個的叫什麼瘋瘋癲癲是吧？現在一個個的感覺神經質已經出来了，沒有賺到錢啊，就把自己精神給摧垮了。你去看，有一個算一個，除了那些裝神弄鬼的啊，裝神弄鬼他是為了割韭菜，他吹自己賺錢了，然後你們都好那邊聽課啊，買課，然後老師对吧？這19800的課要不賣給誰呢？買完之後，老師還帶你操作，你得交9萬多，對不對？完了之後你交100萬是終身會員，他是割韭菜的，為了割韭菜，他每天秒他都是啊，今天大跌，今天這個行情他會輕描淡寫的寫一句啊，我今天啊損失不多，不到1個點，明天一暴漲，明天大盤漲個1個點，他馬上就說啊，我今天抓了幾個漲停，對吧？實際上他褲衩子都沒了，對不對？他有沒有股票都不知道啊，因為他自己完了之後，他主要是為了發這玩意，好多人不明就裡啊，就跟風，哎，覺得老師好厲害呀。然後老師一上課賣課啊，從2980開始，你看看任正非老師不就是這麼玩砸了嗎？還在吹啊，還在吹。其實我早在对吧上半年就已經說了，我記得從去年就開始說，因為我經常會介紹很多文章啊，因為大家為什麼會看空現在的這個科技股呢？我們都承認未來會是人工智能的天下啊，人工智能一定會得到發展。但是所有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他不能解釋，他就忽略一個事情，就是這玩意從哪兒賺錢？就資本市場，他一定要講究你這利潤從哪兒來，對吧？前景怎麼樣？我們都知道前景很好，但問題是利潤從哪兒來？請你告訴我，我能容忍今年沒有利潤，我還能容忍明年沒有利潤，我能容忍3年沒有利潤，但是我能容忍5年沒有利潤嗎？我能容忍8年沒有利潤嗎？你給我講個故事，說這玩意。那資本市場他不能聽這個故事啊，你說第1年沒有利潤，大家能理解啊，第2年沒有，第3年沒有，但你某項指標達到這個大家的警惕界限之後，必然會崩盤，對吧？所以說現在啊，人工智能講的是存儲的故事，對吧？光模塊就是通信。好，這個人工智能故事什麼故事呢？就未來啊，一定是這個時代 AI。那現在第一就是算力，是吧？要建機房。算力啊，也大家都在用的時候，那你這算力跟不上啊。這故事也對，那算力誰在建呢？對吧？就是這些廠商，谷歌、甲骨文啊等等，他們把自己的資本呢，就是上萬億美金的啊，去建這些基礎設施。把這基礎設施建完之後給誰呢？對吧？這個 OpenAI 他就會用這些機房，當然 OpenAI 他自己也會去投，是吧？算力，他就在資本上形成個什麼呢？形成是谷歌投錢給 OpenAI。OpenAI 去買英偉達的 GPU， 或者再買其他的，是吧？什麼海力士的這個存儲等等，然後英偉達反過來去投資谷歌，英偉達拿到錢了，他產品賣出去，對不對？他大量的現金怎麼辦呢？他反過來去投資谷歌，因為指望着谷歌搞出什麼應用出來，而谷歌然後拿着錢再去，他又循環，是不是？他又去變成去買這個，哎，他就投資什麼這個 OpenAI 又拿着錢去買，就循環變成這麼一個。在賬面上玩的，你的投資變成你自己的投資，最終变成你產品的銷售。你看看，你這不就是個轉圈的遊戲嗎？這個遊戲什麼時候要打通呢？這個遊戲直到有一天有真正的用戶為這個買單。現在問題就是我們等了1年又1年，等了又1年又1年，沒有發現有用戶為這個買單，只有中國的騙子已經拿這個開始賺錢了，但是那個量太小啊，而且也不是正道啊。你不能資本上拿這個講故事吧？說，哎，中國的那騙子已經靠這個培訓，對吧？已經開始賺錢了，其他的還不知道怎麼賺錢啊。那你第1年不賺錢，第2年不賺錢，本來指着有人來買單了啊，沒人買單，那他們自己玩這種轉圈遊戲，玩到什麼地步呢？人家就發現不行了呢，玩到，因為他這個轉圈肯定有損耗的啊，因為有稅收啊，有各種利潤啊，要有分配呀、啊。你這1個億美金轉一圈，最後現金肯定會少啊。大家知道嗎？你稅收把你抽走，對不對？然後你各種稅，你轉一圈不變成利潤嗎？利潤也要再分配，對不對？最後現金流是越來越少，
少到什麼地步呢？少到谷歌，人家分析師一看，谷歌不好意思，你怎麼今年現金流少了呢？你現金流少了，你這麼賺的話，是不是就最後就干了？现金流就會斷了。所以啊，人家就緊張了，不好意思，你這玩法不能接受了，害怕了。你再這麼賺下去，再賺2年，你現金流斷了，多嚇人呢！所以說，現在人工智能的根本的矛盾在哪兒？是這邊是龐大的資本投入。他投入的資本變成另外一家的營收，對吧？另外一家的營收又變成別人的投資，股權投資，大家都在這麼玩，報表越來越好看，這個对吧？這個營收越來越大，但是自由的現金流在減少，這個现金流實際上是指望着我們這些消費者去填補的啊，你得去消費，大家都用起來，交錢，它的现金流就回正了，就還往上走，但是現在找不到這麼一個應用。沒有辦法賺錢，那我們賺 B2B 的錢沒有用啊，最終要消費者買單。所以任澤平老師講的這些都是非常非常初級的一些概念，就是未來一定是人工智能，那对啊，誰都知道啊，不能否認，对吧？你未來3年、5年、10年，那肯定是人工智能科技。問題是你在資本市場也把這講通，你錢從哪兒來？怎麼賺錢？我不管，反正我就知道未來5年是科技。是人工智能，那你現在你知道你買哪只股票呢？能跑贏這5年呢？對吧？哪只股票能扛到5年以後呢？你比如說存儲啊，存儲這玩意兒典型的就是一個周期性的，對吧？就跟豬周期是一個道理啊。現在這些存儲廠商都在紛紛的上產能，產能一上，馬上它就會過剩，一過剩的價格就下去了。而我們的資本市場是，資本市场是它一看到這個周期啊，它一步到位，它不是說慢慢漲上去的。對吧？它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把這個周期的那個紅利啊，它就給你體現出來了啊。等到後知後覺的人，等到任澤平老師這樣的人進去的時候，他已經站在山頂上了，人家已經把這個未來5年所有的都給你算清楚了，都在裡面了啊，一把賣給你了。你去接盤，接完之後你就等着唄。任澤平老師他認為未來還有5年的增長呢，怕什麼呢？着什麼急呢？實際上人家在1年已經把你體現出來，給你賣給你了啊。所以這就是這個。咱們這個市夢率3萬倍，這就是這2天這7月份全球科技股，尤其是半導體和存儲暴跌的一個原因啊。第一個，對吧？說來說去，這玩意兒就是周期啊。第二個呢，看不到盈利的希望，现金流現在開始轉負。现金流轉負是什麼意思？大量的錢，我舉個例子，大家明白了。就是大量的錢到山區啊，建了那些宏偉的工程，跨江大橋，但是它收不了費，沒有車走。這麼一舉例子，大家就明白了。那個橋有沒有必要修啊？那當然有必要修啊，對不对？那橋修了之後，是不是兩岸這個大山裡面的人生活方便多了，便捷多了，對不對？但是修完之後錢呢，沒有利潤，完了之後你每年還要花巨額資金去維護保養。人工智能啊時代的巨無霸公司，現在或許還在培育之中，真正的，對吧？而現在登場的只不過都是一些配角啊，都是在這兒咋咋呼呼啊。真正恐怕在人工智能时代引領這個資本市場走的這些真正的到時候的這個白馬股標杆，它恐怕現在還在培育之中，對吧？甚至連培育的還沒有，都連影子還不知道呢。所以現在所有的打着標籤什麼人工智能 AI 的這些股票，這些科技公司，實際上都是水貨，都是各領風騷3-5年，3-5年之後還在不在都不知道啊，有沒有退市都不清楚，還能不能活得下去，還要不要政府來救助都說不好，因為最終它不賺錢嘛。好了，我們回頭再說一下韓國股市，對吧？你不能說它不好，監管應該沒毛病，对吧？因為韓國的總統動不動就進去坐牢去了，對不對？連韓國那個上一任總統老婆叫什麼金建熙叫什麼，對吧？因為買股票的事不得判了好幾年嗎？所以說韓國的資本市場這法度那絕對沒問題。韓國的這個資本市場盈利怎麼樣呢？是靠吹牛嗎？當然不是，對吧？ SK 海力士市盈率只有5倍，你看賺錢賺得不得了啊！但即便這麼一個市場，對吧？有法治，有法度，然後又能盈利，依然是一個殺人，对吧？不眨眼，吃人不吐骨頭的這麼一個資本遊戲。所以我們廣大的韭菜還是要把自己掂量清楚，掂量清楚，
这個遊戲適合不適合你玩？韓國人這個夏天變得太快了啊，很多人感冒了，很多人在6月份的時候還夢想着，對吧？要買遊艇，7月份的時候就想着怎麼還債了。哎，你看，就是這麼猝不及防，這個夢啊短了一點。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